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哦，是约翰3书的第2节到第8节。约翰3书，它只有1章。我们要从第2节来读到第8节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呢，你也可以来看荧幕来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着真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我们再次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你的爱慈爱满满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能力恩典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带领过去这一周你借着世界、雨婷、佳琪他们在香港所经历的，也再次来显明你对世人的心意。也感谢你在过去的16天2个多礼拜里面，你也带领我们教会的青年，他们到日本311的灾区，在那边借着所做的服事，能够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。从今年的暑假，主让我们有许多的机会听到各样不同的见证，有各样不同神你借着每一个人器皿你所摆上的，主啊也成我们的帮助和学习。主，愿你再次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渴慕你的真理，并且能够活出你的旨意和心意，并且求主你再次将你自己的能力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当中，主啊，若有需要被医治的，主啊，我们若当中，主啊，需要被释放的，愿主你的真理来拯救我们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节当中，是约翰对他的门徒们一个很极深的一个勉励。好，那他给他3个祝福。好，这3个祝福呢，可以说是特别的祝福。第一件祝福就是希望他凡事兴盛。凡事兴盛，什么是凡事兴盛呢？好，当你遇到考试，虽然我没有准备得很好，但是考出来，居然超乎我所想象。当你要准备面试，好，你很紧张，但是呢，你一进去，这个面试官呢就对你微笑，就让你能够很顺利的去把这一切的面试能够完成。好，当你要出门，可是呢，你要搭车忘记带了钱，就在刚好遇到一个你的朋友同学，他可以拿钱出来借你。我相信凡事兴盛，好，是在你手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好，能够顺利，好，能够亨通，好，或许是神迹，好，但是呢，也是一种上帝的祝福，好，所以你能够顺利的呼吸，好，你能够顺利的上厕所，好，我好像听到谁说他2个礼拜不能上厕所，好，是谁？上礼拜那个来讲道的牧师，说他也是生病2个礼拜不能上厕所，好，他终于感受到，好，能够上厕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好，凡事兴盛，好，是一个是我们一个各样的祝福，好，就是你所要接触的任何的事情，好，都有上帝的安排。好，小到当兵，好，大到就业，好，甚至你要买房子，好，你要选择对象结婚。凡事兴盛，好，是一个耶稣，好，要给人一个很棒的礼物，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耶稣要给你很棒的礼物，就是凡事兴盛。但是当你要领受这个礼物呢，好，耶稣要给你更棒的，就是你的身体健壮。好，我们说身体健壮。身体健壮简单不简单？张慕轩，不容易。他现在20岁，他已经觉得身体健壮不容易。好，那小强你觉得呢？身体健壮简单不简单？不简单，他才16岁，他也觉得不简单。好，
在20-20岁这个年纪，20-30岁这个年纪，就算到了牧师这个年纪，将快要牧师现在几岁？18岁，谢谢传道。18岁是我20年前的年纪，现在38岁。当我这个年纪身体健壮还算容易，可是呢，当我到了58岁、68岁，身体健壮呢，哇，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祝福。所以你如果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阿公阿嬷，他们呢到了70岁、80岁，走路不用拐杖，看电视不用戴眼镜，看报纸不用拿放大镜。好，你要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给他的祝福。你不要笑说阿公阿你都老还灯啊，好，代志都袂记你了了。他能够身体健壮，好，能够跟你一同作息吃饭，甚至他还陪你去爬山。好，那是一个上帝给他的恩典和礼物。现代人很容易，好，因为现代的文明、饮食什么等等，好，很容易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。但是呢，身体健壮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但是耶稣除了给你凡事兴盛、身体健壮，他要给你的更棒的礼物就是你的灵魂兴盛。好，请说一次。灵魂兴盛。所以赵雍基牧师呢，他就以这3件事情，叫做3拍子，或是叫做3重的祝福。就成为他服侍神好的一个动力，因为当他年轻的时候服侍神，可是他身体不好，而且他服侍神很冲很拼，可是呢，他一直觉得他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平安和安息，所以上帝就给他约翰3书的第2节这句话：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所以他从这句话一直读，他就读出来说，他想要凡事兴盛，他想要能够身体健壮。他要追求是什么？那这3个的哪一个？大声一点。灵魂兴盛。没有吃完饭，再大声一点。灵魂兴盛。如果你希望你能够凡事亨通顺利，你希望你能够活到70岁、80岁，不用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孙子在那边牵你扶你，你要追求的就是灵魂兴盛。这是上帝所给人一个礼物。所以一个人有身、心、灵。其中，你的灵带动你的心，也带动你的身体。所以，约翰在约翰3书当中，虽然他是对这个写给该犹的一封信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也是神借着约翰写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要追求好的一个3重重要的特别的祝福。那在这3重祝福当中，也带出了3件事情，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：你为什么来这里？好，跟我说一次。你为什么来这里？好，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来这个教会？你为什么来这里？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继续在这里？你为什么继续在这里？你来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还继续在这个里？好，第二个问题。好，那第3个问题。你为什么离开这里？好，请说一次。你为什么离开这里？这3件事情，我希望你把它记得，常常问谁？问自己。当我去日本做义工，我为什么来这里？如果你忘记你为什么来这里，你来做义工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不开心、不高兴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根本就没有人欢迎我们，没有人接待我们，没有人把我们看成是人。好，叫我们自己做东做西，做那么辛苦，好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好，很不自由。我们要常常问自己，我为什么来这里？然后呢，又问我为什么继续在这里？有一些人他常常忘记问自己，所以人家问他说：“你在这边多久了？”我在这边好久了。那你为什么在这里继续在这里？他也回答不出来。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个行业？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个工作？为什么要继续在这个教会？最后，你为什么离开这里？当你不在这个地方，不在这个教会，不在这个学校，你为何而去？为了什么而离开？这3个问题，今天牧师也用3句话来与大家分享。因为本来今天是许牧师要讲道，那因为下个礼拜开始，也就是下个月，应验传道，他要开始来担任青年传道，所以郑牧师就安排说在流传他要接之前，让陈牧师最后一次在周6礼拜当中跟大家分享。
所以我就想这3个问题：你为什么来这里？你为什么继续在这里？你为什么离开这里？第一个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的答案是因为要行出真理。在第3节到第4节的地方这样说：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那在7年前，我那时候是在台南柳营教会，有当中我们一些有青年去过，在那个教会呢，当了3年的传道师。在这3年传道师当中呢，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乡下的教会。我去的时候只有12个人，扣掉我跟我太太，就剩下10个人在做礼拜。那在这将近3年来，这个教会从12个人变成50-60个人在聚会，而且呢，他们又有一个协会，做了很多的社区的工作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到了第2年的时候，就开始有一些教会来邀请陈传道，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服侍？那听一听，然后但是在第2年开始，陆陆续续，有从台中来邀请，有从台南来邀请，有从屏东来邀请，那当然也有从桃园、从台北。那到最后呢，有4个教会，让我觉得这4个教会，他通通都邀请我去担任青年的牧师。这4个教会让我去担任青年牧师，因为陈牧师之前在台南，就是设了一个青少年儿童关怀协会。那时候我对青少年很有负担，我觉得教会虽然在乡下，柳营都是老人和小朋友，但是呢，总可以做一些青年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就设了一个协会做青少年儿童。但是呢，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呢，县政府他说你是什么都你们这个协会都没有任何的工作的经验，你先帮我们做外籍新娘。那时候叫外籍新娘，所以就帮这个协会呢，虽然叫青少年儿童关怀协会，可是呢，专门在做越南、菲律宾、缅甸、柬埔寨，来自7个国家，然后后来我们从1个班、2个班、3个班，到最后有10几个班，都在教外籍配偶各样的课。做完这个之后呢，县政府说你们这个协会做得很好，那我们就来办一个青少年的活动，就有脚踏车的活动。但是呢，这4个教会来邀请的时候，那我的感受是，在乡下教会缺人，因为乡下教会那时候就算有50-60个人，但是呢，也是很缺人。可是这4个来邀请的教会呢，都是400个人以上的教会，他们都人这么多，然后教会这么大，然后这么有钱，还需要我去吗？我去能够做什么？但是呢，因为一次一次的邀请，然后让我觉得，这些教会虽然再大，但是这些教会的青年的事工，上帝给我感动，真的要来关心年轻人。如果继续在教会在乡下，当然也可以关心年轻人，所以我就接受挑战，说好。那后来因为郑牧师他给我迦南教会的意向，对外是什么？宣教的教会，对内呢？所以在祷告之后，这2句话就一直反反复复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拒绝了，就跟回绝了其他的教会，就选择来到迦南教会。当我来到这里，我相信有一个真理，就是神要使用年轻人。跟你旁边说，神要使用年轻人。神要使用年轻人。所以我盼望你不管去到任何地方，你要追求真理，你要行出真理。你要以真理为追求的目标，好，请你写下来，以真理为追求的目标。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，神使用年轻人，但是充满了上帝使用年轻人的例子。从创世纪里面你所看到的约瑟，你看到了这些的摩西，你看到了约书亚，你看到旧约，你看到新约，看到耶稣的学生门徒。上帝不断的使用年轻人，能够来完成他的旨意，他的计划，积淀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希望你的答案是你为了要行出真理，你为了要追求真理，当成是你追求的目标。第2，要以真理为你生活的中心。请说一次，以真理为生活的中心。以真理为生活中心，简单还是不简单？
大部分的人是以考试为生活的中心，以这个工作为生活的中心，你出社会以薪水为生活的中心，然后以自己的喜怒哀乐生活中心。但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一种以真理当作我们每一天的开始，以真理当作我们每一天的结束，常常的读经祷告，常常的用上帝的话来检视反省自己。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？因为上帝要我们追求真理，上帝要我们行出真理。在刚好上个礼拜暑假当中，就有这些柳营教会的学生打电话，之前就有约，他们本来那时候是228要来桃园，要来看我们，但是呢228那时候教会有退休会，他说那没有办法，那再约时间，暑假他们又约，所以上个礼拜就这个礼拜就有6个柳营教会的青年来，那时候7、8年前，他们都是国小小3、小4、小5的年纪。那他们来了之后呢，就开始跟他们聊，分享说，他们都还在教会。这6个里面呢，有4个是从父母亲都没有在教会，都是第一代。当他们来到柳营教会之后，他们才开始第一次人生来到教会，而且呢，持续在教会。经过了7、8年之后，这4个没有第一代当中，有2个已经受洗，有另外2个也预备要受洗。那他们都持续，虽然没有继续在台南乡下的柳营教会，但是他们不论在高雄念书，他们在台南念书，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。所以在第3节、第4节里面说：“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”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或许就跟刚才世茜见证里面所分享，他们从一个不幸的家庭，要到一个教会，要来参加一个特会，可能连遇到台风，他们也不放弃，不会半途而废，他们就回去，而是他们宁愿睡在天桥下面，他们要来参与，要来渴慕神。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个青年弟兄姐妹，你为了要追求真理，你愿意努力的追求，愿意认真的付代价。经过8年之后，我相信更久之后，你们都能够持续的在教会里面追求真理，以真理为目标，以真理为生活的中心。我相信上帝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。阿们。第二，你为什么继续在这里？你为什么继续在这里？我的答案是为了要服侍真理。为了要服侍真理，当我要来迦南教会，那时候就有一些同工跟我说：“陈牧师，不是陈传道，你要去迦南很好，迦南是大教会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你们的那个主任牧师，你要知道他很严哦，然后呢，你要预备心哦，然后也有很多人跟我说，你来迦南大概做1任就很不错了，你能够做4年就很不错，但是感谢主在这7年当中，那些当初觉得我会失败的人，或是觉得这个团队服侍会失败的人，他们今天都看见了一个证明，不用讲任何的话，就是一个证明，就是一个见证。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？是为了要服侍真理。真理虽然它是真理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服侍真理，这个真理它不会显现出来。就像真理，它在这个圣经当中这么宝贵，这么宝贝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服侍它，你没有去活出它，这个真理是被埋藏起来，被遮盖起来。所以服侍真理对我而言，就是要以真理来服侍2类的人。第一个是教会的肢体，第二个是服侍社区的人。我们说教会肢体，社区众人。当你要服侍真理，你不是服侍给自己看，不是服侍给你自己的亲人看，而是你要以教会的肢体。所以为什么要继续在迦南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上帝让我看见迦南教会是一个家庭，迦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肢体，都是我要去学习、去服侍的对象。所以虽然我是担任青年牧师，
可能是负责社青、学青、儿童主日学，但是也和成人，也要和教会弟兄姐妹长职，要彼此的学习，彼此的服侍。我并不会看说，因为我是青年牧师，那这些是成人的事情，所以就不是我的事情，而是因为真理是要我们能够彼此连结，真理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。虽然这是一首歌名，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彼此连结。所以我们在耶稣的里面，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你要服侍真理，你要去与教会的肢体去服侍他。你不要看他年纪小，你不要看他年纪大，你不要看他外表很凶悍，你不要看他觉得很陌生。学习与服侍就是一个真理的行动，就是你为什么继续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。以真理服侍社区的人，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在教会外面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比较简单还是比较困难？比较困难，你连名字都叫不出来，好，你连他住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，你连他的背景什么，你要怎么去爱他？可能你刚开始可以对他微笑，对他表现一些善意，但是你真的要去服侍社区，到他能够感受到神的爱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，非常辛苦。那虽然在迦南教会当中，这几年当中，陈牧师有参与在生命教育的一些过程当中，那也很感谢这些这么多的同工一起来投入，还有教会好的资源的配合和参与。那其实除了生命教育，还有很多的社区活动和其他教会一起同工和服侍。对我来讲，这都是一种服侍真理。因为真理如果只放在教会里面，外面的人就看不见。真理如果你没有带出去与人分享，这些外面人他们就没有机会。所以我讲到有这6个青少年来看我，但是这其中有4个，他们都已经继续在真理当中，他们都已经受洗，是因为他们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在乡下办了第一次的周末营。然后教会礼拜堂很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去想哪边可以办，就去借了一个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。民众服务社，因为那民众服务社已经荒废在那边放着也很久，所以我们就去借。要不要钱？不用钱。好，就那个时间借我们用。然后呢，没有小朋友怎么去找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带了2个学生，一个大学生，一个也是大学毕业的青年。加我3个人骑脚踏车，我们就印了一叠的海报，就开始去每一个乡下，看到小朋友在路上，就发给他。下个礼拜有一个儿童周末营，要不要来参加？有礼物哦，有奖品哦。然后呢，遇到小朋友，有的小朋友在那边打篮球，我们就停下来跟他先打篮球。打完篮球之后，再给他一张传单。甚至呢，有的是家长坐在门口，我们也给他一个传单。说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来参加。就第一次的快乐周末营来了多少人？来了40个小朋友，来了40个小朋友。第2个礼拜来了68个小朋友，然后呢，1个月之后，我们达到爆表，来了120个小朋友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呢，我们参加教会支持不了，就赶快去新营，找青营教会青年一起来帮忙，这样忙了1年。忙了1年多的时间，最高到了100多位小朋友，开了7个才艺班。但是呢，这些社区的人根本没有关系，这些社区的孩子根本互相不认识。你看他，他也看你；你不管他，他也不管你。但是当我们去接触他，去服侍他，他就成为你属灵的儿女。所以这些小学3年级的同学，他们现在已经是高中生，也已经上大一了。我看见他们在传福音，我看见他们在教会里面受洗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那我也看见在迦南教会当中，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迦南的学青团契，那时候大概是康佳瑜在当会长，后来就换了康德恩，然后在这团契当中，大概都是佳瑜以下的青年。
那甲乙以上的青年，我要再找说，哎，有没有？因为甲乙是7字头的，我要找有没有6字头的青年。结果呢，在教会里面找了好久啊，找到一个啊，叫做陈义哲。后来又发现他的哥哥，陈敏哲跟我是同年的。我发现在整个迦南教会，那时候也是将近400人当中，6字头的青年不多，很少。好，那这些青年他们到底去哪里了？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只知道他们义哲、敏哲，他们小时候都在主日学长大。可是呢，还有许书伟，他也是6字头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些6字头的青年几乎非常的少，很多都不晓得去哪里。因为我不认识，但是我很感谢主，从来做青年事工之后，7字头的、8字头的，现在居然还有9字头的。好，你是90年次以后的，可以举手一下吗？不好意思举手啊。还有9字头的学生，我相信如果能够一代一代的让他们能够持续在教会，教会就会带来希望，教会就会带来成长。所以你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呢？为了要服侍教会的肢体，为了要服侍社区的众人，为了要服侍真理，你去与他们建立关系，与他们连结。最后，你为什么要？我的问题是什么？好，对，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？我的答案是要宣扬真理，要宣扬真理。怎么去宣扬真理呢？很多人离开教会，不一定是为了宣扬真理。我也很担心哪一天我离开教会，因为我不是最近，每一年都有，常常都有，会看到教会有牧师异动，教会有人有牧师换教会，通常很多都是因为意见不合，这个个性不合，或是在会议当中相处出了状况，所以他们就分了，就出去又找教会，又就离开了。这对教会、对牧师、对会友、对信徒、对社区，其实都没有办法产生很好的见证。但是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教会、这些的使徒、这些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每一次的离开教会，他们每一次离开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了要去宣扬真理。所以我很感谢上帝，让我可以离开迦南教会。但是呢，不是为了不高兴而离开教会，而是为了要去宣扬真理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开拓福音中心，能够为了宣扬真理，能够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社区、不同区域的人。我们要怎么样去宣扬真理呢？我们要以见证、分享、宣扬真理。好，请说一次：以见证、分享、宣扬真理。讲真理。就是透过我们的口，透过我们所说的，你怎么信主，你怎么得救，你的生命如何的改变。好，所以很多我的故事，我最近讲给你们听了。那我现在去加光，好，我也讲我的故事，好，讲给加光的弟兄姐妹听，希望也能够将我的故事，将我的见证能够分享。上帝是真的。今天我参加一个告别式，这个告别式，好，里面也是在分享这个人。他的一生怎么样去遇见神、遇见主？虽然他是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来信主、才来受洗，但是他能够用他人生最后其实半年多的时间，他从受洗之后，他因为发现癌症受洗，然后再来回来台湾，然后到他过世前后大概8个多月。那他受洗的时候，医生已经告诉他说你很危险，大概只剩1-2个月，但是上帝还是很恩待他，让他回来台湾又大概多了6-7个月的时间。他用他的生命，虽然他没有办法接触，但是他能够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，耶稣是真的，是真神。所以我也盼望，不论你将来继续在这样的教会，或是有一天你也可能会像我们以前的有一些青年，暂时的离开教会，或是暂时离开这里，去到国外，去到中南东其他的地方，但是你都要以见证分享来宣扬真理，讲上帝在你身上的奇妙作为，讲上帝对你的爱和恩典。
还有就是要以合一团契宣扬真理，以合一的团契来宣扬真理。我们每一次在这个祷告新的诫命都会说：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若看见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有时候传福音做见证，做的比说的更有果效。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合一，能够连结团结，比我们一个人每个人都出去传福音、说见证更有能力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合一的团契，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，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，就是一个最有力量好的一个角色。上礼拜是谁？对，这礼拜我们在读那个早上的读经，然后我带那个柳营那个青年，他就讲了，他讲了，说，我是脚，然后呢，耶稣是身体，我们是耶稣的脚，我们是耶稣的手。如果我们耶稣没有手没有脚，他怎么能够走路？他怎么能够向世人做见证？他是耶稣呢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，其实少了一个都不像完整的耶稣。盼望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边？是为了你要宣扬。为什么你每次做完礼拜要走出去礼拜堂？是为了要去传福音，要去做见证，要去与人合一。我们就能够一同为真理来做工，我们就能够一同为耶稣来做见证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我们要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我们一起说：一同为真理做工。你为什么要来这边？因为我要来行出真理。你为什么要继续在这边？因为我要来服侍真理。你为什么要离开这边？因为我要来宣扬真理。我要来宣扬真理。约翰对该犹说：你是我亲爱的弟兄。我相信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也是亲爱的弟兄和姐妹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虽然我们离开不会很远，因为我下礼拜还是会继续出现，然后我们还会继续在桃园会一起服侍。但是我也盼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在桃园不断的带领更多的人，带领更多的生命，他们能够被耶稣所接触，特别是孩子，特别是青少年，因为当他们很小的时候一相信了，他们的一生就会有很大的祝福。但是不是说老人就没有，但是年轻人真的是有特别的祝福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年轻人，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，一同为真理来做工，一同继续来奔跑，能够一起来担任这个教会的服事。那在牧师，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来招募了开拓的同工。那有一些人，包括青年，他有来找我说：牧师，那我适不适合？我可不可以？那基本上呢，不论你有没有出去开拓，或是你要留下来，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你都要坚守你的岗位。好像我们今天会前祷告读的这个，你要持守福音，你要持守到底，你要将上帝的恩典，你要坚固所信的信心，因为这是上帝给每个人最大的祝福。下午小组的时候，我就在小组里面分享，忘记在哪个小组，说林书豪，他的妈妈，说这3个孩子怎么，寇绍恩牧师说这3个孩子怎么带得这么好？他说这3个孩子，他们就是因为从小到大，在主日礼拜，在主日学，还有在团契，他们都没有缺席，他们有持守，这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根基。所以他为什么信仰能够顾得这么好？他能够遇到挑战，遇到困难，不会惊涛骇浪，他不会拔腿就跑，是因为他是从小在教会与真理一同服侍，一同成长。也盼望我们能够一同与真理来做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在我们要祷告之前，我要邀请你再次来想这3个问题：你为什么来到迦南教会？你为什么继续还在迦南教会？还有什么时候、哪一天，当你要离开迦南教会的时候，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，带着什么样的期许？耶稣基督，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。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行出真理，行出耶稣所行，服侍真理，服侍耶稣的羊群，宣扬真理，宣扬耶稣基督在你身上，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一切一切。盼望这3个问题能够让你常常思想，这3个问题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每一天对自己的反省。不论你所到之处，你往哪里去，耶稣基督与他宝贵的真理要帮助你，要祝福你，要成全你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感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。你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成我们的救主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主，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让我们能够为真理而活，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，勇敢的服侍，勇敢的宣扬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传福音，总要救灵魂。亲爱的圣灵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看见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。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，他已经胜过死的权势，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掌权，被神所高举。我们依靠耶稣，必永不羞愧；依靠耶稣，必要得救到底；忍耐到底，必要终必得救。主啊，求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特别是青年、青少年、孩子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他们的生命有耶稣在里面，祝福他们的生命有真理在里面，让他们来到教会，渴慕真理，追求圣经的教训，让他们思想主的爱。主啊，让他们能够以真理当作生活的中心。主也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。主啊，让他们的智慧、身量都要不断的成长。主，我们也为教会的事工，为着福音的事工，也为了嘉光福音中心的开拓，也求主你眷顾。这样子祷告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